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开始来关心新北双溪好霸潭意外，互大水冲去的6个人，目前已经找到5个。救援人员昨早嘛伫水尾有找到10个过姓陈的高中生，目前还佫剩一个姓刘的妹妹也未找到。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警消人员一定会全力找找，今日嘛会继续。搜救人员将水下无人机放入去水中做水下搜查。新北双溪好霸潭6个人去大水冲走，警消搜查已经超过72点钟，20动用水下无人机针对深水区各做敲碎，依照无同的水文地貌，用人链的方式对规个草坡啊全面性各敲一遍。早起9点，先伫嘉东潭水域找到姓陈少女的牌包啊。1点钟后，搁伫嘉东潭水尾300公尺的草坡啊找到伊的遗体。往下游走，大概在8点40几分的时候，发现女性患者的背包啊。那我们采用人链的方式做地毯式的搜寻。那最后在对岸打草旁边啊，发现患者，那就尽快通知救护班前往支援。遗体发现的时阵，无法度确认身份。同款失踪姓刘的查某囡仔家属也立刻赶到派出所去了解。姓陈少女的遗体由救护车送到万丰病院，经过家属确认身份、检验相验了后，发到家属处理后事。重点所检察官在刚才已经完成相验的程序啊，那已经确认死因的部分，也将尸体发交给家属来赶快做后事。草丛高的地方，我们会派出更多的警消同仁前往搜索，除了人力以外，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搜救犬，以及还有相对的一些有可能隐藏地点的物迹，我们都会全部出动。因为姓陈少女的爸爸已经伫10时死亡，爸仔囝拢过身，家属真悲伤。侯友宜强调，会动员更较侪人力物力，将失踪姓刘的查某囡仔赶紧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空军1年1届的天龙演习，伫花莲基地举行。想不到昨昏训练结束了后 ，F-16A 战机落地检查的时，发现倒边有去扣着。根据了解，昨下晡一架编号6675 F-16A 战机训练结束了后，返去基地做检查，发现战机的机身有2搭去扣着，加在细数的飞官无安怎。空军是表示，应该是去互空中机炮射着，针对这件代志，会做专案小组来调查。昨是高雄城中城大火罹难者的头七，市府有举办法会，伤者当中即马嘛还佫有11个人住伫加护病房。针对外界捐款，目前已经有1亿7千多万。当地里长即马是发觉讲，分慰问金的时，受灾户有人惊是受灾户来领。市府表示，即马会严格来确认身份。法会现场真庄严严肃，20是城中城大会第7天，高雄市政府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头7的法会。城中城大会捐款到20下晡已经有1亿7千多万块，由慈善机构到场想要经由里长家己来发放慰问金，也互里长发现竟然有民众假冒城中城的住户，其中一个人成功领走15000块，另外几个人是互冻掉的。里长讲社会爱心应该用伫对的人身上，伊会协助确认住户的身份。不过连日压力，佫拄着头7，也互里长感觉是真艰苦，流目屎。有差不多3、4个啊，拢想要安尼，起来嘛向拍成转来啊。住这附近啊，因就是要食这名义讲，伊住伫这火烧现场。社会局会搜集相关的佐证资料予以实质的审查希望能够杜绝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市府表示，罹难者后事处理完了后，会详细来规划善款的运用，亲像慰问、伤者中建到经济支持，拢会包含在内。另外，大会也造成43人送病院，99已经有16个人出院，其他27个人分别在全市8间病院来治疗。伤者大部分是砸受伤，为了缓解症状，由病院采取气管镜、气泡灌洗方式来改善气管积团现象。另外，火灾追究责任，市府表示，调查小组也在调查现场现况甲造成的原因，有5夜1、2天的调查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锋面路南，北台湾会落雨，会转凉冷，提醒乡亲愈晚的时，这雨会愈粗。来关心，来看温度。今日东北季风有增强，所以伫北部、东北部雨会较粗。基隆北海岸有可能会变大雨，愈晚雨会愈大。中南部同款是好天到济云，日时暗时温差较大。
明仔载开始是小连续3天温度拢会下降，低温干那18度。气象局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夜开始台南以北、东南部等12个、16个县市拢爱设置10级的强阵风。那明仔载拜五到礼拜落雨范围会搁较宽，除了北部、东北部熬落雨，中南部的山区嘛有地渐雨。后礼拜一，东北季风才会减弱，水汽才会减少，温度才会小可回升。东京奥运游水的选手王冠宏，这届伫全运会，伊报10个项目，结果有8个项目伊拢摕到金牌。伫800公尺自由式嘛拍破咱全国的纪录，伊报10个项，摕到8个金牌、2个银牌，有够厉害。另外，无胜区的比赛嘛是东京奥运选手的天下，拢是摕到金牌。打得非常的好。这拳出去正准，摸到对手。中国拳击国手陈良琴伫110年全运会女子75公斤级的金牌战，第3回合对手起源，顺利摕到金牌。这届全运会进前，陈良琴才公布讲，伊捌得到淋巴癌，经过2年的治疗，抗癌成功。但他现在是化疗成功之后，已经是治疗完成了。顺利完成全运会连霸，也证明身体已经恢复健康。所来也伫咧12月去土耳其参加世锦赛。这届全运会首位东吴国手拢顺利摕到金牌，其中60公斤级的林玉婷，长期母校英国工商参加比赛，也顺利摕到个人第4名金牌，而且正拄好，伊的教练詹志强也捌伫遮摕过92年全运会金牌。这个游泳池的比赛也拢是东吴国手的天下，代表台北市出赛王冠宏，伫游泳最后一项的比赛，佫摕到50公尺蝶式加400公尺自由式的金牌。伊伫今年全运会总共摕到8金2银，其中800公尺自由式打破全国纪录。挑战男子400公尺跨栏7连霸。跨栏王子陈杰代表台中市参加比赛，伊穿黄衫走伫直立跑道，虽走出个人最近2年上好的成绩49秒84，不过代表同市的片明阳也走出个人上好的成绩49秒72，摕到金牌。彭明阳、陈杰抵达终点。陈杰连霸虽然失败，不过依然摕到男子1600公尺接力的金牌。个人伫咧全运会总共摕过17面金牌，里边奠定上侪金牌纪录。另外，男子200公尺决赛，代表花莲县的台湾走上紧的查甫人杨俊涵，自头到尾拢领先，上尾20秒72摕到金牌。伊参加过5届全运会，总共摕过10面金牌，是第8位10金的选手。有点稍微劣势，台东是目前直接赢。这届全运会第1加电竞6个比赛项目，团体赛英雄联名由台中市2比1击败台北市，摕到史上第1面电竞团体赛金牌。台中市另外伫个人赛罗氏战绩也金包银。130年全运会会伫2月下昼办闭幕典礼。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纽约大学龙格尼医学中心替一个脑死、腰子破病患者成功换腰子，而且是用基因改造低的腰子，结果运作54点钟拢正常，即嘛正做全球的头一例。未来换腰子不一定爱用人的腰子啊，即嘛拍开新器官的供应来源。来看中国时报。屏东进前发生一个精神无稳定的查甫人甲敲伤一个查某店员乌目睭的案件。司法院有提案，讲伫判决确定进前，会使使用监护处分来补社会安全网，也搁互法务部批评安尼违反宪法。经过讨论，即马有达成修法的共识。精神障碍者犯罪紧急监护上长是5天，由检察官来执行。来看联合报。高铁春登到宜兰这个案，即马有4个方案，到底车站车头要选伫倒位嘛引起讨论，即嘛引起民进党内意见无同。即马又搁出现2个新的方案，这是宜兰县议会民进党团提出第5种选择，讲要伫宜兰甲县政中心中央来设站。若交通部嘛有在评估，讲想要伫县政中心的西南边找所在来起车头，等于是第6种方案。来关心疫情，咱过来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有新增加亲像是亲像注预防下注射死亡的通报，伫 AZ 的部分有6例 ，Moderna 有4例 ，BNT 有2例。另外嘛要提醒乡亲，第12轮第2批的预防下登记时间是后礼拜1早起10点开始。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28本土是零确诊，也无死亡的个案。不过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拢是女性。确诊进前4个人拢有注射过新冠疫苗，其中3个人是属有突破性的感染。按156.454到16456，分别是各自接种的这个第一位是混打的 AZ 跟 BNT， 那另外2位都是接种科兴的疫苗。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通报有171件，并且新增加12件注射了后死亡的通报，其中18人有慢性病史，死因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来确认。6件是 AZ 那另外有4件是莫德纳，2件是 BNT 那没有高端接种后的死亡不良事件的通报。另外，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第12期疫苗有要注射第一阶段到拜3 20中到12点结段，新增加2早起10点开始到下晡4点为止。优先予已经注射过无得入头一剂64岁到55岁民众有用来注射，注射时间是对28到31。记者综合报道。富邦金控伫昨早发出声明，证实因的董事长蔡明兴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伫隔离病房治疗，一切顺利，公司的营运嘛无受影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8月29公布5例带病入境的个案内底，其中1个是10月16为美国返来台湾，有发烧等等症状的查甫人。第一时间，金融界就风声讲有金控董事长确诊，富邦金控早起发布文字说明。内容写讲，本公司董事长顶一日为外国返来台湾，伫机场采检确诊，目前伫专责病房隔离当中，健康状况无问题。本公司甲董事长感谢各界的关心，公司的营运甲各项业务未受到影响。我初步了解，国外对于上市公司负责人的健康资讯，一向认为这是某种程度是他的隐私了。金控主管机关金管会保守回应讲，健康状况是个人的隐私，因哪像是第一时间就已经掌握信息。富邦金控拜3早起6点55分，嘛发布信息，表示公司依主管机关防疫规范，有定出应变措施，而且有落实防疫规定。嘛强调讲，相关媒体的报道对公司的财务甲业务并无重大影响。说一般来讲，是不是要去揭露或公布，要看这个健康资讯对公司的财务营运啊，或是商誉啊，或者说投资人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有风声讲，富邦金控已经对内公告蔡明兴伫休困的期间，由富邦金控的董事蔡明忠暂时代理董事长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9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347例。中国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858万例，法国是超过719万例。来关心疫情，唔但影响改变咱人的生活，嘛影响建筑物的设计。即马伫美国佛州的迈阿密有建商咧起防疫大楼，内部拢是用对抗病菌细菌的建材，而且唔免互相接触。又个通风，啊！那伫墨西哥新起的办公大楼增加大自然的元素。在美国佛州迈阿密，5亿美金打造的大楼结合主题饭店甲医疗设施，55层楼高，也是全球第一座为防疫考虑出发设计出来摩天大楼。建商是要打造迈阿密纳什万华区，让国民用更较快乐、更较长寿。Legacy Hotel and Residences was being designed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so during that time we decid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to the project. 紫外线杀菌灯利用 UV 波长底能量管的特性，达到消毒功能。空气传播是新冠病毒主要传播方式。建筑物内部设计也更加强调通风，用更加高品质的篱笆。We looked at the ventilation systems. We looked at antimicrobial material throughout. We looked at Xenix robots. These are robots that kill bacteria that we could use for cleanliness.
面部辨识应用伫个大楼门禁系统全自动化，免敲着门，就用开门转去。连警卫系统也加入指纹辨识技术，只要扫描手掌，门就自动拍开，并且超设计将感染风险降到上低。 Come into the elevators, your touchless technology, you have an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have a medical center right there. So 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you can just go down your elevator and walk across the hall and basically say, "Can I get a checkup?" 伫墨西哥首都有建筑团队打造新形态的上班空间，拍破以前固定的工作岛的设置，创造出以小组做单位的办公环境，让看人数调整。 Debería de ser un espacio versátil, pero además que aportara una nueva filosofía donde la naturaleza y el espacio de trabajo fueran una sola cosa. 办公室内底用大量食物控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甲醛、甲降低 PM2.5，靠外部自然光线。伫内底工作应感受一个规律变化，将户外场景导入室内空间，互工作环境更加舒适。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高中方志哥头壳顶伫个迄顶白色的帽仔，意外成做安大心灵的活教材。这是有一个10岁的细汉囡仔，昨昏伫高中主持公开活动的时，伊是真好闲，一直向高中讨要爱伊头壳顶伫迄顶细细顶的帽仔，而且讨几若摆拢无死心。高中尾也是学老讲，这个囡仔真有勇气，嘛表达伊的自由意志，伊嘛爱大家爱亲像这个囡仔有这款囡仔心。 10岁小帕奥洛突然间走去台顶，向高中方志哥问好，伫咧伊面头前行来行去，也无伫咧插活动，正伫咧进行，直接甲方志哥的手扭起来，一直伫咧跳。坐伫边仔萨皮恩查主教也阁徛起来，要甲为让互伊坐。不过小帕奥洛无想要坐，伊想要伫方志哥头壳顶的帽仔，甲伊小拍乱，也阁一直拜托方志哥甲帽仔互伊。尾啊，小帕奥洛的妈妈上台甲伊带落去，不过伊正紧又阁走去咧台顶，留方志哥的手继续跳，敢若是叫伊甲帽仔互伊。过程中有人摕一个小名，互方志哥送互小帕奥洛，不过伊袂。 尾啊，有人甲伊带去边啊，有一位梵蒂冈的职员摕一顶帽仔送互小帕洛，而且甲伊带落台，送登去爸母的身躯边。小帕洛摕着帽仔，看起来敢若真欢喜，也毋过无偌久，阁走去你台顶。Upon all of you and your families, I invoke the joy and peace of the Lord. May God bless you. 小帕洛戴着帽仔，总算有够气啊，向方志哥下手，家己行登去。 84岁方志哥尾也讲，小帕洛有身心方面的障碍，这互伊想到耶稣所讲的，儿童有自发加自由的天性。当小帕洛展现不断向前的自由意志，就敢是伫咧厝内共款自在，人就爱敢若囡仔共款有挖滚自的勇气。Per la lezione che ci ha dato a tutti, e che il Signore lo aiuti. Nella sua limitazione, nella sua crescita, perché ha fatto questa testimonianza che le è venuta dal cuore. I bambini. 高中方志哥是20早起，伫咧布洛纳西大厅主持拜赛公开接见活动。伫小帕洛进前就发生过，囡仔伫咧高中面头前展现天真的模样。2018年，一位无法度讲话囡仔走去咧台顶过来过去，一个跪伫咧高中随时军卫队的面头前，一直解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纽约爆发罕见动物轻微互人的疾病，是高端螺旋体病，已经有15个人去会着，1个人死亡。来关心美国 FDA 支持做第3档预防射增加保护力，嘛支持会当做无共牌子的预防射蓝列组，即卖已经批准莫德纳会使让胶性预防射。 来关心外国媒体有报讲，中国伫8月份有试射超音速的飞弹。美国总统拜登即马是坦白讲，伊对这件代志感觉真烦恼。镜头等下过来关心国军退休的上将桂林连，伊讲中国军机飞来咱的空袭，这毋是鸟台，因为当刷岛无领空的问题，这是引起议论。 咱国安局长陈明通讲，这是错误的解说，台湾内部甲国际社会拢听袂落去。那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年底拍算来见面，伫线顶会谈。陈明通是研判讲，未出现第4公报这款物件。1年内发生战争的几率大约有多少？我想基本上1年内发生战争几率很低，但是很多事情你还要注意叫做 contingent event。
这种意外突发事件就好像这一次的 COVID-19。面对立委咧问讲，台湾离战争有偌近，国安局长陈明通20日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讲，伫总统蔡英文任内两岸袂有代志，不过就要注意有向发生的事件。另外，中国军机伫10月初大规模派战机扰乱台湾，国军退休的上将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桂林连讲，中国军机几啊届走入来咱的防空识别区，这无算扰乱台湾。当初岛的空袭无领空的问题，引起大家讨论。也那陈明通讲，这句话是互听袂落。不同的重要人士陆续的帮中共降低这种威胁感。有没有情资显示这是显示这是连续的？这种事情本身非常不应该了。有没有联系？东沙本身是我们的领土，领海上去就是领空，那怎么可能说东沙上面没有领空？只会让它过去就过去，这个听不落去啦。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伫年底进前举行线顶峰会，国安局前所研判未出现第4公报，嘛讲美国对台湾安全战略真清楚，伫政治层面依持战略模糊。因立委会主委邱泰三讲，两岸目前伫准战争布局的状态，立委问陈明通敢是有认同？3个 Korea 来。这种情势，2次大战以来没有过的嘛。我劝你们要负责任，跟大家讲说，到底状态是什么。我非常负责任讲说，这种情势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过的准战争布局状态。我不接后面这一句话了。那你又说你尊重他？对啊，我尊重啊。陈明通指出，习近平掌权了后，中共走向独裁极权，直接派军机军舰扰乱台湾，互国际社会看袂落。最近才有英国、美国3个航空母舰群航行经过台海，就是要中共爱较有站在的。也那国防大学校长张德平加入去强调案，对国家中心的程度受到质疑。针对这点，陈明通表示，国安局尊重司法，不过伊个人对张德平是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基进的立委陈碧桂罢免案，伫这个拜六要投票，传出有选民甲打还未收到投票的通知单。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是表示，这通知单伫10步进前拢已经分出去啊。另外，为着要确保投开票所一切顺遂，内政部长徐国勇嘛表示，东港会出动超过1500个警察去维护治安。台湾基进的立委陈碧桂罢免案投票日剩无几天，打传出当地选民有人也未收到投票的通知单。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10月15进前就已经送到大口罩。今年我们特别协调这个台中市选委会，把这个时间更提早。所以就我所知道所有的这个投票通知单，在15号以前都已经分送到各家户去。那当然了，如果有家户还没有收到的话，那我们也建议他应该要跟当地的里长或者是公所呢去查询一下。团队会尽量协助啦。不过坦白讲，这个没拿到，应该会有很多因素。也那年底要进行的公投，因为疫情来延期，不过有提案的人认为讲，中选会公告的理由书有关是以1月2日政府机关的意见书，以海草搭公投来讲，5月初3行政院3接向外耍的方案，就无好列入去内底，恐怕影响到选民投票的意向。中选会的这个公告的理由书，我们还是1月22号的这个政府机关的意见书。那经济部不晓得有没有提出新的意见？在我们中选会的立场我们没有法源的依据来许可他去做这个修正中选会认为，投票进前除了双方的小对答，选务的部门也会举办电视发表会，提供平台，互双方会当报告上新的资讯，方便选民做出判断。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中国用白糖海做理由，向打东亚，暂停进口咱台湾的释迦。即马往来释迦特别大出，烦恼生理受影响。台东的农民成立自救会，20分出来တင်情，希望政府斗3工，赶紧找其他稳定的市场，也是赶紧甲中国谈判，拍开外销的通路。中国9月宣布暂停进口台湾的释迦了后，台东县正往来释迦农民组成自救会，20下晡到台东县议会请愿，因希望政府会使找到国内外应签订合约有保障的稳定的市场，也是重新甲中国来谈判，让释迦会使恢复出口到对岸。
如果可以再打开大陆市场，能够真正的再销售出去的话，相对的对我们其他的水果也是一个帮助。不然的话，整个凤梨世家大量冲到我们台湾市场的话，我相信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跟着遭殃。自救会强调，大档的往来释迦12月初就进入采收期，过去每年会是创造50-60亿的产值，其中大概9成拢是销往对岸。若是往来释迦今年无法卖到中国市场，恐惊产销失去平衡，会造成继续大落。大档关议会议长吴秀华接下农民的陈情书表示，会协助农民向中央甲地方政府来争取。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来做，不管是短期的也好，长期的也好，哈，未来到底是要安怎，佮把这个市场恢复，哈，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自救会表示，会加强品管甲自律，确保外销的释迦无解决糖。因为希望讲政府会协助开发往来释迦附加的产品，来分散这个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第12轮要注意风车伫要开始啊！验过台北市开出来的注射名额，伫6都内底是吊车尾。台北的里长就表示讲，开放登记无偌久，名额随风抢了了。这位官陈市长是表示，台北市医疗资源较济，医疗量能应该较大，总讲无法度处理，应该量早讲，毋是出问题才讲。市长郭文铁是表示，这是沟通参详有顶达的改进。这是进前台北恢复注射站坐民众要来注疫苗的画面。即马第12轮就要开始注啊！有当地里长质疑讲，台北市疫苗规划有问题，注射的容量无够。因为才打开放医药注疫苗尔，就全部都互登记了了。有里面高不里长都在下区医药注疫苗。那民众其实就也不太能接受，我是台北市的市民，为什么会开到名额是差这么多，还很多人没预约到，只能跑去永和预约？你已经做了意愿登记，却出现这种名额不够，大家要用抢的方式，对，那民众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次等公民。指挥中心19公布6都的容量表 ，A 至第2档台北市无开到5成的容量 ，BNT 是无到4成，无论是倒一个排注的疫苗，甲6都来比。台北市拢是吊车尾，针对这点，指挥官陈市长毋但甲台北市化工爱阁加油，嘛讲若是真正无法度负担，应该先讲，毋是代志发生了后才讲。真的是做不来，那我们在跟他们讲相关的一个供应量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因为这不是事后才来讲，是事前就已经跟大家报。那请大家也来报相关的医疗量能。台北市府向质疑讲注疫苗的容量无够，有机关关心讲，可袂当增加注射站或者是医疗院所。台北市府讲，医疗院所因为业务真无用，所以减少注射的名额。那学校因为开学了后无法度加做注射站，不过这个讲法议员是无法度接受。讲新北市积极伫找诊所甲民众注射，台北市是安怎做袂到？但人家新北做得到，台中做不到，台北做不到的时候，就会被提出来检讨。市长请回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疫情不是很紧急，他应该把它拉平。你第一个礼拜41，第二个礼拜18，就给大家找麻烦。你为什么不干脆就30就好了？针对这点，郭文德甲争议寄向中央甲地方沟通不良，伊讲会阁去做调整。不过嘛表示，中央若是有疫苗的政策，就会当随时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大公卫学院是表示讲，咱国内预防针注射率愈来愈高，而且即马真侪国家疫情已经渐渐稳定。全世界大约已经有7成的国家拢已经放零边境的管制，敢若剩7%的国家也是限制外国人入境，内底就包括咱台湾。有学者是认为讲，咱台湾早晚爱开放边境，所以嘛爱来想看卖重视甲病毒共同生存的问题，看安怎开放边境。民航局宣布，即马开始为松山电国为本岛机场出发前往离岛的旅客，只要无镜头，佮有写健康证明书，都毋免体检。民航局表示，因为疫情已经转好，澎湖甲金门连港这离岛县市拢已经取消入境旅客强制体检的规定。经过指挥中心评估了后，决定暂停本岛5个机场的体检站运作。对于现场如果有症状的旅客那航空站这边也会安排防疫车队送到医院里面去做公费的一个采检。离岛解禁，不过国境也是封锁。目前台湾也是限制非本国籍人士入境，除非有居留证，也是有商务工作、读册才证明，经过专业许可才当入境。台湾公卫学院分析，疫苗注射率渐渐普及，全球有7成的国家地区拢已经开放边境，恢复观光这商业活动。敢若剩7%的国家，也阁限制非本国籍入境，其中就包括台湾。呼吁政府应该爱开始规划甲病毒共存，有条件开放边境。来对于不同国家
以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来做分类，以及疫苗施打率来做分类，逐渐让这个台湾恢复到之前我们的出入境的政策。台湾面对的是有些人7、8月就施打完是第2剂，有些人到现在第1剂都还没有施打。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如果用2剂的完全施打，所谓的90%、80% 或70%，这些数字其实都是一个想象的一个数字。由医师提出警告，台湾疫苗注射率也是防疫的一大忧虑。第2剂普及率低，万一变种病毒入来，重症加死亡的风险提高。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咱国内新冠肺炎疫苗注射率达到64.29%，完整做2剂疫苗的注射率敢若23.38%。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花旗合作上市豆的鸡母猪是咱台湾的原生种。本地伫婚林二轮的四番地保安林有几大片，也毋过因为游客来行打，即马数量有减少，所以当地民众发起活动，即马种几若100丛，希望会当成功复育。婚林二轮的四番地保安林内底，有一群大人囡仔，大粒瓜、细粒瓜，当咧种鸡母猪。因即摆种600丛的鸡母猪，希望会当成功复育，恢复数量，也互生态更愈丰富。我们今天呼吁600颗鸡母猪，志工从采种、育苗到现地栽植，大家都非常满心期待，希望能提升。这生态的丰富性。鸡母猪是一种菌类的食物，又个号做相思豆，适合伫亚热带地区生长，是咱台湾的原生种。本地伫四番地保安林内底发甲真好，不过因为真侪民众会来二轮的自然步道行打运动，地区鸡母猪互酸糖愈来愈少。即马重新种鸡母猪，就是希望讲恢复当初时的数量。不过这鸡母猪食水水汪水。其实是有毒，就要设置。林务局也趁这个机会教育民众。林务局其实针对这个把你的这个生态植树，我们采的是这个树种的多元。那当我们要适地适木，那我们也采原生种为主来做栽培。这届活动也和民众做伙动手整理家乡的环境，也通顺续教育民众相关的知识，包含保育环境、林木无共的食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来屏东嘉东的玉公国小争取经费来整修校园，即马有起新的球场，嘛有新的游乐设施。那当地代表农产品就是西瓜，所以就用西瓜来设计。即马互囡仔耍的有西瓜海公手，有西瓜的出溜龙，真成人目。带乡亲咱做伙来看。红记记的色水真饱甜，好亲像甜不不的大西瓜。这是屏东县嘉东乡玉公国小的游乐场新器材，用嘉东出名的农产品西瓜做特色，来设计空卡桥、千手、出溜龙等等的游乐设施。我们学校的特色其实非常的鲜明，我们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是西瓜的概念在里面的，颜色很鲜明，非常的饱满，然后让孩子觉得很快乐。全台湾有8成的西瓜果子仔，拢是伫嘉东出产。玉公国小长期规划真侪主题课程，带囡仔认捌家乡的特色甲文化。即马佮甲西瓜概念结合学校建筑，加强学生囡仔的在地意识。我喜欢这里的那个游乐场，都是西瓜的样子，很漂亮。因为我们家中这里的名产都是西瓜。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跟我的作品。跟我的课程全部都是西瓜的概念，所以他们是很清楚说西瓜在他心中的这个价值，它就是来自西瓜苗的故乡。有新的球场甲游乐设施通使用，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欢喜。上重要的是在地文化和日常生活会当相结，也真做玉公国小的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高雄，已经有348年历史高雄基地的天后宫，经过3档月整修，即马已经修复完成，入伙安装。这间庙唔但是当地信仰中心，嘛是珍贵的文化资产。3、2、1，大家迫不及待哈！庙埕真侪信徒，庙内庙外拢真热闹。经过3档月的整修，基顶天后宫重新开庙门，开基妈祖等等的神尊完成入伙安坐。这是地方的大代志，因为基顶天后宫是高雄第一间妈祖庙，起庙已经348年。
规间庙有真侪民间艺术，即摆修整毋但建筑的结构甲厝顶，包括展览甲庙内各种彩绘嘛有修复。庙雕原来的人有甲伊上色彩绘，那在文资委员的那个提议之下，咱把后期加固的东西拢甲伊拔过来，甲伊去除，互伊回到原位古迹原位的本身。为着要保存古迹，庙方甲文化部高雄市政府合作，经费将近要5000万。嘛特别邀请4位台湾传统工艺国宝级的师傅来参与修复的工课。这边整修甲顶一厝的整修一定相差73年，这个意义嘛，毋是仅仔讲是古迹的维护，更加是咱妈祖信仰的传承。主委表示，修复完成，毋望妈祖庙继续守护人民，因刷落来要争取天后宫升格固定古迹。记者陈家文为做高雄报道。新竹县环山乡之前有宣布讲要分予乡民一个人1000块的纾困金，即马新报嘛拍算要对咧做，按算是12月份要发放，一个人是2000块，就算还未摕到身份证寄来台湾的外籍配偶，嘛有通领。疫情影响各行各业，有未少县市拢传出发放纾困金，其中新竹县的部分，除了9月第一个宣布发纾困金的环山乡以外，新报镇民代表会最近也通过，决定要发一人2000块的纾困金，一个人听到拢笑嗨嗨。对啊，我超高兴的。只要不要影响到地方建设的情况下，很开心，帮助我们纾困，不无小补的让百姓能够度过这比较危机的那个疫情期间这样子大家辛苦证明了。心里有感。新报镇公所表示，准备编6700万的预算，只要是10月15进前，户口设定新报的民众，拢有资格领纾困金，按算12月开始发。账上的结余，在我6年前的跟现在也有结余啦。我想这个钱，我们剩下来的钱给人民过个好年也是应该的。这届发放对象并无设排付条款，唔那安尼，镇长讲。民众若是寄出来对象是外籍人士，就算也未领到身份证，卖使领。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最近出海去看海洋的业者有甲海洋保育署合作，有定出一寡规范，希望出团的时唔通去搅叉到海洋甲海底这海生动物。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爱限制人数才是上妥当的做法。海底仔跳出水面，搁对伫渔船底仔游。坐船出海观赏海底海洋是亲近海洋的方式，但是过去为着观赏会有真侪无适当的行为，亲像渔船驶伤仔造成海底海洋受到黑镜等等。海洋保育署即马甲带民众观赏海底海洋的业者合作，加入友善海洋计划。可以跟业者合作，保持在赏鲸过程保持适当的距离，在合适的规范之下，能够同时寻求鲸豚的保育以及一般民众认识近海的一个权利。那每一种海豚其实出现的时间跟一些生态行为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去认识这些海豚的生态行为。海保署表示，观赏海底海洋目的不应该只是娱乐，应该透过观赏来亲近海洋，了解台湾海洋的生态环境。目前计共有17间业者甲2个 NGO 加入友善海洋计划，执行400场以上的宣导，针对民众可能有的错误观赏行为来做解说。我看过很多来赏鲸的朋友会带着面包、带着饲料、带着所有的东西，他们都觉得利益良善，都会觉得说我是为他好，我想给他们吃。除了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员工伙伴开始以外呢，那再来就是对渔民对游客做这样友善的一个宣导。那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海洋对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性。业者表示，海洋友善计划会使让海洋永续发展，民众愿意保护海洋，嘛互观赏的生理会使行久长。海保署表示，未来还会推出友善观赏计划2.0，针对观赏解说人员提供认证制度。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蒋渭水基金会配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档的系列活动，有推出动画影片，希望用较轻松、较多元的方式来绍介100年前本土意识不厌的历史。伊嘛甲红仔册免钱送予学校。即摆台湾人对蒋渭水甲伊经历的迄个时代有偌侪了解，会当透过蒋渭水基金会进前出版的《台湾维新蒋渭水》这本红仔册来了解。迄阵是想要互较少年的
来了解这段历史啦。大家较无迄耐性，有当时一张图伊嘛会使讲真侪文字，伊一张图就让它表示啊啦。学校的册本内底对周渭水的一生经历过阶段历史名词等等的小概有限，基金会接受讲出版《红仔图》的传记，让读者会当轻松阅读日本时代到达民主启蒙的过程的几个重要阶段，配合文学活动，嘛开放台北市小学的图书馆免费领取。1920年代的事件，迄上个重要，譬如讲文化协会创立。也是咧东京议会请愿迄个小文达台湾头一个回应书，赛会林记来也传单，像即款的，阮拢甲变成迄个影片啊，嘿。除了红仔册基金会最近阁杀几若出动画影片，亲像这段以情绪女中做背景，搭配文化协会绘画，描绘周渭水甲林献堂等人伫遮创立台湾文化协会事件，希望用多元的方式消解这段台湾本土意识不隐的历史。记者电影文理学会曾派文台北报道。镜头来讲话，后面一寡上班族食头路人，伫解除封锁了后，即马拢爱登去办公室上班啦。要毋过进前，因为长时间踮厝内上班，穿插就较凊彩，穿舒适就好，所以即马嘛无啥介意穿套装。要安怎穿好舒适，看起来佫正式？服装品牌嘛看到即个趋势，即马推出这款服装。西装领带配围，或者是套装管大围，这是上班族上班时阵定定看到穿插打扮。不过后疫情时代，办公室的流行开始出现变化，乌衫、弹性袜啊，加一张浅花，这是伫咧做市场营销工作的洛卡，有加办公时阵的穿插。伫西班牙疫苗覆盖率提悬，开始登记公司上班的洛卡，希望伫办公室会当穿较舒适。No, yo busco prendas que me vayan a durar en el tiempo, que no pasen de moda. Y que las pueda usar pues para trabajar, como para ir un día a tomar algo, que me sirvan para todo. 真侪人甲洛卡同款，伫咧过去一年踮厝内工作，穿插拢较舒适。登记办公室上班了，也拢穿商务休闲风的衫裤。头家也愿意看情形，互员工伫咧无失礼貌的情形下调整穿插。若是西班牙，欧美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形。英国一项调查讲，有超过1/4的人讲，登记办公室也袂穿伤正式。El teletrabajo lo que ha hecho es que el tipo de prenda que se compra es muy diferente al que se compraba antes. Por supuesto, estamos abandonando el uso de la corbata y de la chaqueta y del traje. Son sectores que están muy penalizados ahora mismo. Y los que parece que pueden resultar más beneficiados son aquellas empresas que utilizan ese híbrido de producto entre un producto cómodo y casual con que puedo ir a la oficina también con esa prenda. 时装界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大品牌 Zara、H&M 拢推出商务休闲的服装。自制进步机构 Style 也讲，适合即卖工作特性、无季节性的单品会变做流行。根据美国的杰弗瑞投资银行统计，西方主要服装市场伫咧9月销售额平均悬至5%，服装业已经开始回温。业者按算伫咧秋冬有1%买去，所以已经全好要抢攻市场的大饼。公司新闻4万0编辑。要毋过有一寡公司伫疫情过后，规期改造拢伫厝内上班，也是远距离上班，毋免阁入去办公室啊。有人即马改去户外上班。目前伫巴西第一大城内底就有200间户外共享的办公室。有业者是专工伫厝尾顶起一个大沙煲，互上班族食头路人会当哪拍日哪享受伫沙煲办公的感觉。坐伫桌椅顶拍电脑，脚踏的是规片海沙煲。若无详细看，就是讲是伫咧海边啊。这是一间共享办公室，设伫厝顶的露天办公区。巴西即马正流行伫咧户外办公。第一大城圣保罗即马就200间共享空间有户外办公区，像这间 GoWork 就是这种形式。Pré-pandemia, 95% das empresas eram empresas ligadas à tecnologia. O que aconteceu com a pandemia? Outros mercados em busca de uma solução mais eficiente, mais inteligente e menos custosa de escritórios começaram a procurar o coworking. 伫过去18个月，巴西因为疫情封锁，真侪人拢远距上班，带动共享空间市场的成长。真侪本来正惯势入去办公室工作的，譬如讲律师、会计师，也开始进入共享空间。
高沃克讲，因的14间分店传统企业的人客增加300%。这款人客除了工作的需求，也要求舒适的环境，一个人甲其他人建立连结。所以经营者伫咧空间的设计是改变传统的思考，花园会当做办公区，要咖啡馆、篮球场。另外，有业者推出亲子优先，父母若会当带囡仔来上班，因也有提供托育的服务，家己斗带囡仔，价钱也无贵。除了办公厅的费用以外，一年国加180块美金，差不多大票5000。Mudou, agora eu venho pra cá, é outra, só da gente sair, a gente se arrumar, a gente tem um compromisso, sentar aqui, sair de casa, acho que isso já faz muita diferença. E agora com ele, com a possibilidade de trazer ele pra cá, aí ficou melhor ainda, que aí eu consegui juntar duas coisas que eu gosto de fazer, né? 那做事，那休闲，一个人兼顾家庭，和共享办公室伫咧巴西愈来愈流行。即马伫圣保罗大概有1500间共享空间。伫后疫情时代，办公室的形态正向着多元弹性的方向伫咧做改变。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来看南美洲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针对感染过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好利的患者推出爬山的活动，带去山顶数清气的空气，修复患者受损害细胞。拉巴斯西部外围的普拉普拉山将近2公里宽的土地，种40万丛尤加利树、西皮也加松树。市政府的环境部门将森林内底步道，号名叫做勇气小路，意思就是这个所在勇气含量特别悬，所以鼓励感染过新冠病毒细胞受损的市民来这个所在吸收新鲜的空气。Entiendo hoy día recién la importancia que tiene el bosquecillo. Antes no tenía ningún conocimiento, pero ahora sí ya tengo la importancia y para qué sirve esto, sirve el bosquecillo. ¿Tú has tenido COVID? ¿Tú has pasado el COVID? Sí, he pasado el COVID, he pasado yo en la primera etapa, cuando sea después de la cuarentena a la semana hemos pasado COVID. Mi abuelo ha fallecido de COVID y yo también, pero yo he tenido síntomas leves. Solo he perdido el olfato todo. 尤加利树叶的防腐醇芳气，常常予玻利维亚人用来做细部的家庭疗法。这大片的尤加利树森林，自然就变作变好的人上爱来的所在。这大片伫山坡地的树林是1930年代做铁基路的工程师，为着予铁基路较早的接种，即马大丛变作是拉巴斯城市的戏，佫受到市政府的保护。根据玻利维亚卫生部的统计，境内新冠病毒的总感染数达到507134例，有18877个人死亡。虽然目前逐天的感染数字有下降，不过总人口当中有51个人还未注疫苗。当局预估11月份可能会有新的一波疫情。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雨会较粗，愈晚雨会愈大。明仔载拜5到礼拜，咱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低温敢若剩18度尔尔。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